我是新哥，我大半世人開賭場，最怕玩家挑三揀四。上一期我同大家拆解咗騎龍不斬龍嘅終極心法，反應好好，好多老友喺後台同我講：大師，我學識咗點樣用進攻公式去騎龍，但問題係截和，我點樣先可以喺上百張牌台入面精準揾到一條可以讓我大殺四方嘅長龍？今日我先同你講真心話，喺博弈世界入面，真正能夠贏錢走人嘅大師，絕對唔係靠運氣，而係靠一套嚴謹嘅挑選台、篩選牌局心法。普通人一進場就隨便揾張台坐低，呢個係給莊家送錢。而我最驚嘅職業玩家，第七成嘅時間都喺場內走動觀察挑三揀四，只有3成嘅時間真正下注。今日我就為你徹底拆解呢套篩選高勝率牌局嘅揀台必殺技。下注係進攻，但喺邊度下注先係決定生死嘅戰略。和學會呢套揀台心法，你才能喺真正有利於你嘅戰場上大殺四方。你想繼續做一個盲目坐低，最後被造星消滅嘅犧牲品，定係學會用莊家嘅系統思維去挑三揀四，只喺最有利嘅戰場出擊，決定權喺你手上。如果你想用大師級嘅策略去篩選牌局，我哋每週都會用科學探究嘅角度同大家拆解博弈底層思維。另外，睇完影片之後你有和，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大家一齊交流，話我知你平時揀台最睇重嘅指標係乜，我會逐一睇大家嘅討論。好，我哋即刻入正題，親自拆解第一個揀台原則。我先同你拆解第一空位嘅心理陷阱。普通玩家喺進場嘅時候，和大腦入面嘅多巴胺正處於最高點，進攻慾望極強。佢哋行入賭場，見到第一張有空位嘅牌桌，就會迫不及待咁坐低，立刻開始下注。佢哋嘅大腦完全被興奮感佔據，佢哋嘅行為係衝動嘅，未經思考嘅。呢個就係第一空位陷阱。你諗下，你行入一間超級市場，你會唔會見到第一樣嘢就買？你唔會，你會行勻全場，比較價錢，比較品質，然後先決定買邊樣。冇錯。但係點解你入到賭場會見到第一個空位就坐低？因為賭場嘅環境設計就係要你咁做，閃光燈、音樂、荷官嘅笑容、周圍玩家嘅歡呼聲，全部都在刺激你嘅感官，令你失去理性思考嘅能力。你係被環境牽着走，自己主動選擇。呢個就係賭場同超市最大嘅分別。超市希望你理性比較，賭場希望你衝動消費。賭場嘅每一寸空間都係精心設計嘅心理武器，目的就係要你喺最興奮、最唔清醒嘅狀態下做出決定。謝學，我再同你深入解釋下門廳效應。心理學家發現，當人進入一個新環境嘅頭3分鐘，大腦會釋放大量多巴胺，令人產生一種呢度會帶俾我好運嘅錯覺。賭場就係利用呢個效應，將最吸引人嘅遊戲擺喺入口附近，用燈光同聲音營造出贏錢好容易嘅氛圍。你行入去嗰陣，你嘅大腦已經唔係你嘅大腦，你係一個被多巴胺控制嘅人。從莊家嘅視角睇，你一進場就盲目坐下，等於將你嘅資金完全暴露在未經篩選嘅隨機造星入面。
你係按照莊家設定嘅節奏去玩，而唔係你自己嘅節奏。莊家希望你咁做，因為你越衝動，你越容易輸。你越早坐低，你玩得越耐，你玩得越耐，大獸法則就會幫你搞掂奇邪嘅事。你嘅命運由你坐低嗰1秒就已經被注定。賢得河，我同你講一個心理學實驗，研究人員將一群賭徒分成2組，一組係急住揾位坐低嘅人，另一組係先觀察再決定嘅人。結果發現急住坐低嗰組嘅輸錢速度比觀察組快咗3倍，因為急住坐低嘅人佢哋嘅決策係情緒驅動嘅，而觀察組嘅決策係數據驅動嘅。情緒驅動嘅決策永遠輸俾數據驅動嘅決策。我再講一個更深入嘅細節，急住坐低嘅人，佢哋有一個共同特徵，唔係佢哋唔會睇路單，佢哋坐低之後第一件事就係攞籌碼出嚟下注，完全唔理會嗰張台之前開過咩。佢哋好似一個盲人走入一個戰場，亂咁開槍，而職業高手嘅思維完全唔同。喺職業玩家眼入面，賭場唔係一個賭博場所，而係一個風險超市。佢哋將雙手插喺褲袋入面，靜靜地行對比篩選，只有喺揾到概率明顯傾斜嘅牌局時，先會坐下來交易。佢哋唔會急，因為佢哋知道賭場24小時營業機會永遠有，但係一旦急咗，機會就會變成陷阱。和佢哋用局外人嘅視覺去審視環境，而唔係用參與者嘅衝動去投入環境。呢個就係獵手同獵物嘅分別。獵手會選擇戰場，獵物只會走入陷阱。我再講一個真實嘅案例，有一個職業玩家，佢每次入賭場之後，會先繞場行一圈，睇晒所有牌桌嘅電子屏幕，然後先決定坐邊張台過。佢行嘅時候，雙手插袋，表情平靜，完全唔似一個嚟賭錢嘅人。佢行路嘅速度好慢，每經過一張台都會停低幾秒，望下路單，然後繼續行。有一次佢行到一張台前面，停低咗，監控見到張台嘅路單顯示莊嘅比例嚴重偏高，連續幾列都係正睇佢，企喺度睇咗2分鐘，然後坐低，用1係2、3係6公式進攻。半個鐘之後，佢贏咗10幾個單位，起身走人。佢成個過程冷靜到好似一部機器，完全冇任何情緒波動。佢後來同我講，我淨係喺我睇得明嘅牌局入面落注，如果我睇唔明，我寧願唔玩。我坐低之前已經知道呢張台值唔值得我花時間。呢個就係職業玩家同普通賭徒最大嘅分別。佢哋有耐性，佢哋識得等，和普通賭徒急住輸錢，職業玩家等住贏錢。你進場下注嘅時機先係決定命運嘅第一步。如果你想在誘惑面前保持冷靜，用局外人嘅視覺去控制慾望，希望你可以點擊訂閱我哋頻道，俾我陪你一齊用理性建立你嘅進場防線。好，講完第一空位陷阱，我哋進入第2部分，尋找統計學偏差，簡台嘅簡單數學邏輯。呢個部分我會同你拆解點樣用數學去篩選牌局，將隨機嘅賭台變成你可以預測嘅戰場。雖然百家樂長線嘅莊閒比例接近 50.68%， 比 49.32% 心理學和，但係喺單一靴牌大約80手嘅短線運行入面，
必然會產生出極其不均勻嘅統計學偏差。呢個就係你嘅機會。做法則係長線嘅規律，短線入面隨機波動會製造出各種偏差。呢啲偏差就係你嘅利潤來源，你嘅任務就係去揾到呢啲偏差，然後利用佢。我再深入解釋下呢個概念。如果你擲一個銀仔100次話，理論上應該係50次公50次字，但係實際上你擲100次，好大機會會出現55次公45次字嘅情況。和呢個就係統計學偏差，百家樂都一樣。一靴牌80手入面，莊閒比例唔會完美平衡，一定會出現偏差，而偏差越大，借索和回歸嘅壓力就越大。呢個就係你可以利用嘅機會。我再用一個更具體嘅數字說明。如果你見到一靴牌開咗40手，和其中莊開咗26手，閒開咗14手，呢個偏差嘅標準誤差大約係正負426手，偏離理論值20手達6手，已經超過一個半標準誤差。呢個偏差已經具備統計顯著性。你喺呢張台上面玩，你嘅勝算會比喺一張平衡台上面高。職業玩家揀台只會睇嗰啲已經開出至少30手牌嘅牌局，因為30手之前樣本太細，偏差可能只係隨機造聲和冇統計意義。30手之後，偏差開始具備參考價值，你嘅判斷先有依據。佢哋會計算莊閒開出次數嘅失衡度。一靴牌開咗32手，其中莊開咗22次，閒隻開咗10次。呢個係一個非常顯著嘅偏差形態，和莊嘅比例高達68.75%，遠遠偏離理論值。呢種高偏差嘅牌局，比起啱啱開局完全冇規律嘅牌局，更加有可能在波動回歸嘅過程入面產生我哋上一期係講嘅長龍或者強單跳形態。和我再深入解釋下呢個篩選邏輯背後嘅數學原理。隨機序列入面偏差越大，回歸嘅壓力就越大。呢個就係回歸均值嘅統計規律，係統計學上最基礎最可靠嘅規律之一。當你揾到一靴嚴重偏向莊嘅牌局，你知道閒嘅出現頻率喺統計學上有回歸嘅傾向。雖然你唔知道幾時會回歸，但係你知道回歸嘅概率正在增加。贏嘅呢個就係你嘅機會窗口，你唔需要預測下一鋪開乜，你只需要知道偏差已經大到值得我去搏。職業玩家就係用呢個方法將隨機波動變成自己嘅利潤來源。佢哋唔會去猜下一鋪，佢哋只會去判斷呢張台有冇偏差，有偏差就值得留意，冇偏差就走人。我再舉一個具體嘅例子，假設你行過一張台，見到路單顯示最近40手入面開咗28次閒，至開咗12次莊嘅比例係7成。呢個偏差非常極端，喺統計學上已經達到咗顯著水平。和你企喺度觀察多幾手，如果莊嘅比例繼續維持高位，你就可以開始用反三珠或者正三珠嘅方法去進攻。和你嘅勝算會高過喺一張完全平衡嘅台上面玩，因為喺一張完全平衡嘅台上面，你嘅勝算接近50-50，你冇任何優勢。喺一張嚴重偏差嘅台上面，你嘅勝算會因為回歸效應而提高。呢個就係揀台嘅價值。你唔係去改變概率，
係去選擇對你有利嘅概率，用數字同概率去篩選戰場，你才能在概率風暴中立於不敗之地。如果你想加入一個講求精密計算、拒絕冒險嘅高質量博弈討論圈子，歡迎訂閱我哋。喺評論區分享下，你平時揀台會睇幾多口開牌記錄？我哋一齊研究，共同進步。好，講完統計學偏差，進入第3部分，莊家最怕玩家做嘅牌局分類。牌局嘅3大黃金等級，呢個係最實戰嘅部分。我會教你點樣將你見到嘅所有牌局迅速分類，然後決定採取咩行動。呢個分類系統係職業玩家最核心嘅篩選工具。職業玩家在場內走動嘅時候，會迅速將所有牌局分類為以下3個等級。第1個等級係 A 級，即係黃金進攻台。呢種牌局已經形成咗明顯嘅偏差同規律形態，例如莊優勢顯著偏向長龍正在形成，或者單跳規律清晰可見。見到呢種台，動作要快，立刻坐下，用上一期教大家嘅1替2 3 6進攻公式配合3口法則進行精準打擊。A 級台係你嘅提款機，你唔好錯過，因為呢種台唔會永遠存在偏差，隨時可能被回歸抹平。我再詳細講下 A 級台嘅具體特徵。路單上出現連續4列以上嘅正體或集體莊閒比例嚴重失衡，和最近10手入面有8手係同一方向，呢啲都係 A 級台嘅明顯信號。第2個等級係 B 級，即係安全觀望台。我呢種牌局有一定嘅偏差，但規律尚未完全成型，莊閒比例有啲偏向，但未到顯著水平。你唔好盲目下注，你可以坐喺旁邊用小額評注觀察，或者直接走人。等下再返嚟睇下 B 級台，唔值得你投入重注，但係值得你保持關注，因為佢可能喺幾手之後變成 A 級。我再講下 B 級台嘅具體特徵。路單上出現1、2列嘅正體或集體，閒比例有少少偏向，但未到6比4。最近10手入面有6手係同一方向，呢啲都係 B 級台嘅信號。第3個等級係 C 級，即係死亡混亂台。呢種牌局莊閒交替，極度混亂，大路呈現滿屏幕，單跳與無序亂局，冇任何規律能夠維持超過2手。見到呢種台，無條件起身出發，絕對唔好浪費任何一把子彈去挑戰或者嘗試預測亂局。喺亂局入面落注，就等於將錢掉落海。你嘅勝算唔會超過50%，你嘅劣勢會隨時間放大。我再講下 C 級台嘅具體特徵。路單上紅藍交替不斷，單跳超過5手，冇任何連續2列相同嘅形態，莊閒比例接近50-50，但係極度混亂。而家呢啲都係 C 級台嘅信號。我再深入解釋下點樣快速判斷一個牌局屬於邊個等級。你企喺張台旁邊睇路單，如果路單顯示有清晰嘅趨勢，例如連續4、5列都係正體或者集體，呢個就係 A 級。如果路單顯示有啲偏差，但係唔明顯，例如莊閒比例差唔多，但係有少少偏向，呢個就係 B 級。如果路單顯示紅紅藍藍紅藍紅藍，完全冇規律走，都同上一手相反，呢個就係 C 級。你嘅判斷時間唔應該超過30秒，30秒之內就要決定坐低企喺度睇定係走人。
職業玩家嘅效率就係咁高，佢哋唔會浪費時間喺冇價值嘅牌局上面，和佢哋嘅大腦已經訓練到可以喺幾秒之內完成分類，呢個就係經驗嘅力量。我再講一個真實嘅故事，有一個職業玩家，佢每次入賭場之後會快速行一圈，用30秒一張台嘅速度去評估所有牌局。有一日，佢行到一張 C 級台前面停留咗1秒，然後繼續行佢。隔離有個普通玩家見到張台有吉位，即刻坐低開始玩。結果嗰張台嘅亂局持續咗成個鐘，學個普通玩家輸咗幾萬蚊，而嗰個職業玩家行到另一張 A 級台前面坐低半個鐘，贏咗幾萬蚊。走人同一時間，同一間賭場，整人兩種結局，分別就係佢哋識唔識得分牌局等級，學會給牌局分類。你可以避開莊家嘅大數陷阱。如果你想在日常生活和理財投資中都培養出呢種精明嘅環境識別力，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我哋嘅影片成為你每星期嘅清醒劑。好，講完3大等級，我哋進入第4部分。點解我嘅風控經理最驚玩家喺場內挑3揀4？呢個部分我會同你講真話，揭開賭場後台嘅真實反應，話你知莊家最怕咩嘢人。我開幾十年賭場，令我嘅風控經理最頭痛嘅係一類特定嘅玩家，和佢哋手裏面揸住籌碼，喺場地入面漫不經心咁走動，不斷掃視每張戳子嘅電子屏幕。佢哋唔會急，唔會衝動，隨便坐低。佢哋好似一個獵人在森林入面追蹤獵物一樣，耐心等待最佳時機。佢哋只喺 A 級黃金進攻台前面駐足，一旦切入就用精密嘅進攻注碼吃掉最肥美嘅一段利潤，然後起身換桌。佢哋唔會留戀，唔會貪心，和唔會俾大數法則有時間追上嚟。佢哋係用莊家自己嘅概率偏差，精準地喺我嘅防線漏洞上面吸血。挑3揀4嘅獵手打法係賭場最無法對抗嘅，因為你冇辦法阻止一個玩家行來行去，和你冇辦法阻止一個玩家選擇坐邊張台。佢哋嘅行為完全合法，完全合規，但係佢哋嘅效率極高，只能夠望住佢哋將籌碼一疊疊咁收走，然後離開。我再同你講一個更深入嘅細節，喺玩家有一個共同特徵，佢哋永遠唔會喺一張台上面玩超過40分鐘。佢哋知道40分鐘之後，大手法則開始發力，優勢開始消失，所以佢哋只喺 A 級台上玩30分鐘到40分鐘，然後就換台。呢個時間控制令大數法則完全冇機會追上佢哋。我再講一個真實嘅案例。有一晚，我嘅風控經理指住監控屏幕同我講：條友又嚟了，又嚟了。我望住屏幕，見到一個玩家喺場內行來行去，每張台停低幾秒，然後繼續行佢，行咗大約10分鐘，停喺一張 A 級台前面。佢坐低開始下注半個鐘之後，佢贏咗大約20個單位，起身走人。佢冇離開賭場，佢繼續行，而去咗另一張 A 級台前面坐低再下注。嗰晚佢總共換咗3張台，每張台玩大約半個鐘，總共贏咗超過50個單位。走嗰陣，我嘅風控經理問我使唔使做啲嘢？我話做乜嘢？佢冇犯規，
佢只係用數學贏我哋詞和，呢個就係揀台打法嘅威力。佢用行走代替下注，用觀察代替衝動，用選擇代替運氣。佢將一場賭博變成咗一場商業決策，而佢嘅每一步都係經過計算嘅，佢嘅每一個決定都係理性嘅，佢贏錢唔係因為佢好彩，係因為佢有系統。你嘅系統就係揀台、分類進攻、收割走人5個步驟，循環執行，每次贏少少，但係累積落去就係大錢。成百張牌桌建立了一座迷宮，但我最敬畏那些挑3揀4，只在優勢戰場出手嘅理性獵手。下注是技術，是嘅，但揀台才是格局。呢套揀台心法配合上一期嘅注碼公式，能夠幫助你建立起攻防一體嘅個人莊家系統。你由今日開始賭場之後，唔好急住坐低，先繞場行一圈，用30秒一張台嘅速度去評估所有牌局，將牌局分成 A、B、C 3個等級，只喺 A 級台上面出手， B 級台只可以觀察， C 級台直接行開。你堅持呢個方法1個月，我保證你嘅成績會有明顯改善。睇完影片，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一齊交流探討，話我知你平時揀台最睇重嘅指標係乜，我會逐一睇大家嘅討論。如果今日嘅詳細拆解對你有一點點啟示，請點讚並訂閱我哋頻道。我哋下期再見。